修建寺廟喺佛教中被視為一種無上嘅善行，具有深遠嘅功德與意義。寺廟唔單止係佛教徒修行禮佛嘅場所，更加係弘揚佛法、傳遞智慧與慈悲精神嘅重要載體。參與修建寺廟被認為係積累福德、利益眾生嘅殊勝行為。首先，修建寺廟有助於護持佛法，使其得以延續。寺廟為僧眾提供修行嘅環境，亦都為信眾提供學習佛法嘅機會，從而促進佛法嘅弘揚與傳播。其次，寺廟係社區文化與精神生活嘅重要組成部分，可以為眾生提供一個清靜嘅場所，俾佢哋在此修心養性，遠離煩惱，獲得內心嘅安寧與智慧。佛教認為建廟功德係一種廣大嘅布施行為，能夠為參與者帶嚟無量嘅福德。呢一種福德唔單止體現喺現世嘅平安與順遂，更能夠喺未來世中獲得善果。建廟功德仲能夠消除過去嘅業障，淨化心靈，並且增長智慧，明白生命嘅真諦，走向覺悟之路。